安尼咱是手较真喘啦吼，来咱手是把头就坐下来吼。农家对这个咱农家对这个啦，因为呀我，因为呀我，家里，对这个啦，因为呀我，因为呀我。讲到那种讲这个啊，是亚洲的关系啊，哦，足寒嘞，啊，你看，大家看啊，你咱们到阮咱们到家己啊，咱们到位啊，你把它丢了，我去哪拢家会晓去溜花地啊。出去我拢用拢用袂啦，伊拢袂讲袂啦，金庸社啦，金庸遐，金庸遐毋是等美国啊，等美国，是用这转来做啊，袂到个哦，是用这换转来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吼，囡仔无熟悉，点摆就安啦，才知影讲哇，拢港口会出身诶，结果拢毋知影安尼啊，所以其实咱伫亚洲诶内面，咱拢诚侪一家啦，最要紧就是今仔日，咱讲咱要到来培养伊个囝，所以咱诶人生，咱诶脚步，咱即刻爱求主来带咱来行，所以咱来练即首，苦中作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来。对我拢交代，一定我爱
做就是外下户，人生的中间无法度搁再一摆，无论是10天啊，还是20天啊、30天，拢是会当去先上帝的名。从过去的大领，所以我今礼拜甲咱讲，我也捌去中医上班，也捌去中医工业公司上班，也捌去做上班。其实就是通过迄个上班的中间，去学习一个重要紧，就是你知影对这个基督徒爱参加一般人拢共款，都是伫个拢共款的中间，阮含迄个阿公的也个同乡的小妹，阿姐阿姐，阮去拢伫公务公司上班，伫公务公司上班，迄经理足恶势啦。礼拜拢甲咱压起迄落讲，爱去3到5到个礼拜，若无薪水，拢无打到16箍啦。薪水一个月才千六尔呢，咱看偌少，明明你伫我看来讲，你要补发落偌呢？迄阵就薪水足低，所以我无偌久，毋是歹啦。人有人嘛，拄到退休，看公司我就看，有去看迄个老师就是红线是，或即个保险变做有一个辅助，然后就爱去做连杀区，就是磨镜片，互你的，你几度300度，还是500度，就爱去做磨的，所以是讲公司读少的，知影讲人生就是安尼，工了若无好，所以囝是体来看到，我就讲这配了，歹去将来咱卖5箍10箍安尼尔尔，所以就知影讲，读书的就讲咱的人生若是安尼好的，就留起来会当是较好个，歹咱的人生会较少，所以我这样去读书了，去好势，我就讲无用迄个。考大个就考大个头家到尾也自杀，做好个，如果是美国考大个头家就自杀，为什么？因为都是人吼，就是我嘛是个讲一句足要紧的话，找不到钱，钱找袂着幸福，所以咱希望今仔日咱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咱有命收听。所以我较济吼，是8箍以外，所以咱是讲在内地，咱的关注爱无够，拢是上帝付的，无咱收入到8箍以外，8箍以内，所以咱来自头先，咱就要敬拜上帝。我再来念。第8个是上帝教育的献祭。
列非百岁的长寿，讲起来就是长寿。但这回用大体的提出我们来最大的进入各位，万众一体，万变两性，业火进化，业地变强，地位进之地，万之万，下位万头，万下位万达，万之体，万运作万年生都高山的体我们这样的这个用些好像这样的我们几天我们会高高会兄弟啊，你这个人无路这天上路哩，家人几个为主嘛，最后看样话，你说精算统一经鼓励，让你业人家的，我们用业属业现在的好品，一出一到的所在，立法运动环境。兄弟我业最不乱乱，你观那开始观业高是明业理，业稳定最理想的美女。弟弟后面超过，超过眼魂最拉来听，最暖来看。在于定期计划的去计划我就总有下还有要说，然后也在你的去。
我心感动，一场之类，都在心变相变来，样心变，所以相变啊，这个简单，希望双手进行在这让领会找到家，让自己学习实力让我们中学，让现在中山、波兰，而且是公园，而且是中国本地的竞争，让我们要去竞争，而不是我们让去。講點解啲大嘅所專家講嗰個唔乜都有個財不成啦，其他唔知你成啦就喺度嚟啲條口唔知條而且我從你講嘅信用就是相信嘅先快樂嘅人，呢是經濟嘅人信用。唔是安尼，互咱安尼做嘅分法，信用嘛是做嘅你甲咱壓迫，而且。信用是一个足喜乐足平安嘅代志，所以咱会当相信而且犹太人因对耶稣来，因对耶稣来安尼讲嘅时阵，我常常会记住，唔少是。見到講即個人即係猶太人嚟甲耶穌講，我就八十物件書，我就將來唔好做人嘅奴才，是安怎就愛記住忠心記住耶穌講嘅代講，所以用咱是做罪嘅勞工，所以做罪勞工以後自由，勞工會當叫你厝內面比正嘅啊，所以其實咱講。咱後邊嘅中文嘅聖經伊是記載較好，所以恁是天地嘅囝，恁是天地嘅囝，所以真理互恁必定做，而且基督教嘅信仰有兩種啟示，咱攏常常我常常嘅，我一遍第二先，我哋講耶穌你是主，我會從他為主的恩主。你是我真正的主，是主我救恩的主，不是干我主啊，我安怎样，我较无爱，我真正的主感謝你，你是我的恩主啊。所以基督教信仰嘅有種堅持是好嘅，你是你啟示上帝，耶穌也來去啟示上帝。另外一方面，耶穌是由猶太人有去啟示什麼？啟示恁就看到恁家己啦，恁就愛會曉看到家己。所以咱會當講，耶穌愛人來甲伊三個做伙中間，看到家己，看到家己事實上是一個足驚人嘅代志，因為你看到家己時，你會去感受到迄個罪，咱也無盡，罪互人無盡。所以，我們現在講咱嘅信仰嘅空間咱足嘅咱嘅生活，當然無啥方式，無啥查主嘅，無啥查上帝嘅話，通過迄個講路，咱重新與上帝連結，與上帝連結，與上帝價值，與上帝價值。所以基督教嘅信仰唔是講你講另外代志，基督教嘅信仰你講一個有條件，唔是講啟示上帝，嗰一個你就是來看到你家己。所以耶穌真重視人嘅生命嘅道德上，所以伊才會講恁是上帝囝，恁是上帝囝。所以我會當看到講，當主耶穌伊面對猶太人來控告你，講你家己講你甲上帝同等。你安尼即上帝安怎樣，都是耶穌伊來應答來講，我甲上帝同等，是去描述一個足緊的生命真理，就是佇我內面，恁才會當見到上帝；佇我內面，恁才會當見到上帝。
所以主要说有家己的经历的道路是活命，讲过去人才会当感应到上帝面前。所以主要说是讲伊甲上帝当中是完全顺路，上帝你找我来，我照你的旨意来行，照你的旨意来做，你做过，我对你后壁来做。其实我若咧读旧约时，我会感受到一个福音的讲，旧约的上帝吼，讲话就是老辈啦，总之就是认真。毋是去叫迄工人伫咧目睭讲话吼，无出声吼，就是计无走了了，毋是，伊旧约咱若咧读旧约圣经，你会感觉讲上帝咧讲话足像迄个足慈爱，足慈祥，足亲切的老爸，好去顾囝，好去顾家庭，耶稣咧，你的业拢是因为是行恶是上帝的权利。你是做唔好啦，所以是根据是啥物？是正起来面来甲上帝同齐，所以伊甲上帝合一，事实上是正嘅合一。通过安尼，咱就大家会讲，耶稣伊用这个灵力，用灵力的话，伫伊的生命中间，无论是人的，无论是病的人，无论是夭折的人，无论是受伤的人。无论是酒馆啊，耶稣拢足爱用迄个灵力，我常常看是安尼是最后看着讲耶稣伊要互人建立是以前伊就大家学生创啥物坐下，我看着即个是我拢讲我拢耶稣搁甲学生说其他个字句拢无啥说甲其他个打说教，因为我有时说讲，即摆为什么咱会安尼感觉讲咱拢无去注重即个耶稣伊的行道，无去注重通过耶稣的行道，伊是去表现出一个啥物？伊甲上帝的合一是起做正的内面啦。所以要互咱加做上帝的囝，即较爱起做是啥物？信伊的话，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爱互人了解生命来源甲美丽的所在。所以天父上帝的囝，咱做老爸做妈妈，咱拢知影，咱家己爱家己的囝，爱听家己好，爱听家己啥物？是将来因会当。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咱嘛爱咱的儿女，因会通去行正的道路。所以天父嘛安尼，上帝嘛安尼，伊爱咱正是啥物？伊的囝的关系。所以天父上帝常常用伊的慈爱，用伊的性格，是耶稣的精神来去帮助咱。所以我常常伫做中间一直感受。耶稣讲，安是请你互我管，请你互我管，互我通困就对啦，互我真天，互我通念你，若无耶稣来互咱念，咱真好真精气、真性格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当主耶稣你讲这个话，其实就是去面对什么心态啊？面对法利赛人，面对祭司，咱法利赛人拢制定这个啥物？制定这个法律，这个安尼，真甲迄个迄个牛门的猫门的，咱其他人你拢靠袂发挥哦，真甲吼，比猫门更较济啊！我看我拢爱来这个上条。上帝话，常常是肯定。我讲足济，早我的老师，我老师，有听见老师，伊个教我，我伊听我讲去甲我讲，我伫咧中间，我嘛接受他讲，老师你教我遐济，我讲我比无看见，我
我才感觉我你搞，我敢若记一条，我敢若记一条，我敢记几条。但我记到呢个到会变化，到包括是本土的耶稣基督教，我敢会记这条呢，你我拢袂记死。你讲哦，你讲搞怪，你讲搞怪，但你现在搞怪，搞有啲本土的耶穌基督嘅價值喺度，所以我哋世人認識足濟，所以足關注耶穌。為什麼？因耶穌無正式嘅即個學系啊，是做人行為有法過嘅，你講嘅話敢會當做哪？阮會當叫我開，這時咧，這時當時講出多界人，出多界人本來就反對迄個比賽啊，反對救主耶穌嘅。因為呐，因對羅馬帝國嘅這個皇帝，即條嘅威風啊，大家嘛咧迄個享受，都是制度嘅下面，即係上制度嘅下面，因無去注重上嘅。所以我即係猶太人甲主要說，阮都毋捌做細人嘅奴才，阮是阿伯人較袂驚孫。應當是就講呢個制度介要緊，當時啊，耶穌咧講清楚，我係你才會當做小，我係你才會當做小，所以耶穌真主是要互咱真心去體會，咱既然是上帝者，就愛囝嘅關係啦，愛囝就咱做父母囝。咱即刻愛互父母伫遐傷心哀哭流眼淚，所以咱唔共款，做上帝囝，咱唔愛互佢哋上帝講但你講為着咱操過來，咱嘛有看見，咱是耶和華，也親像耶穌一樣，來到這個世間對上帝無惡，隨時就是當為上帝來做工。咱嘛是一個聖國，上帝國嘅國民，所以咱嘛隨時就愛知影，愛敬仰伊個聖，伊個聖，咱嘛是耶穌基督嘅敬，咱就愛相信伊敬。耶穌對咱無了，伊保守咱，看顧咱，伊把伊保守咱嘅。所以其實因為上帝教是這樣，祝福福氣，唔是咱就愛記。這個世界，真正是耶穌嘅世界是充滿對這個真無辜一方信用嘅道路，攏變做這樣無助。咱最無間，咱來咱唔擔心，這個是說當時啊，咱唔愛擔心，因為既然咱是真正上帝嘅，咱更加愛活出上帝嘅關。性格、主愛的關係，其實重要所在咱講命運對外關係，我會所以我要簡單那些關係，你講的就要簡單，都是咱特別來的，所以我嘛我對我是記得，我跟這個要記得，到底哪將會記得，到底在哪裡是？到尾就是用咱嘅負擔，用咱嘅激情嚟去取得，到尾即個愛嘅記得，小事嚟記得，係咁樣記得。基本上就感謝你，希望我成長咗，當時你有啲個我學過記得，雖然我面對嘅困境到煩惱，當時我嘅學習記得。我可以空氣方面，這樣是我哋大家記得，我來記得共同生活的現人那麼關係，我們將有關係。
特别从美国还是跟中国，所以也是个方面要去做清查，他们做小气，他虽然上特别就爱到处小气的做翻，所以爱有气的人，气的人家他们先会哦，气的人家他们先会来有啦吼，咱也挺济了无，中国书来开会啊，来点起来，咱回应他一个进来，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的，你看微博嘛是11的，对吧？我也在一个15啊，你用心来上一个，等过后呢，上个因为这个其实呢，咱的旅游吼，第4页甲第讲第4页，第8页吼，第4页到第8页吼，咱家己看，5到第9页咱家己看，然后再来这个会的时间吼，语文吼，要先搞吼，来慢慢吼，只是咱先请迄个小会议员吼来报告迄个小会议个。咱看咱个就是要部分，第一点，咱个改选的，改选的日期，是2020年10月份，任期的时间是伫个2021年1月份到2022年1月份。咱个奖励是特长金乐加李嘉玲同学吼，主持黄丽珠、蔡文阳、黄玉红加李金平。咱第小点的改选的日期是伫个2024年10月份，任期是伫个2025年1月份到2027年1月份。咱个金乐有黄丽珠。包括主持阮是上岁派任的吼，这次有康丽红甲李金平，甲迄个吴学堂，以上咱的他的部分，咱看咱第4点吼，咱的重要课题有第一点是中会在地活动大会当地新的合作会小会成功。第二点是教育小会失败吼，咱是咧办理1礼拜甲1礼拜的时间。第三点是教育会员好会，是经交通议会的参与来教会吼，是2025年12月份吼。来看咱的5点的部分，第5道今年所以2026年的公历，咱的日检是总公司是我本人，咱的陈小乐是洪丽珠头脑。第6点，自工计划办理定期会员好会是伫个2月1日。
第二件是咱们现在的同5年的实施发展大会审核，也是同2年的预算。第三点有电子型生产2摆这礼拜。第四点是办理养殖加进度的议会，第5点是关怀社区对性研究方式的指导，第6点是有定共中会进行本会在保证领导进行事务的问题。愿望地方就是本来看发展发展，这是第18年18月来都来，18月来都来，18月来都来。今年度总主席是200控4万2900块，总支出是降出变များ92万6292块，我规当个人都有这个2004年的是379万3559块，所以从这个来说是都有360万够323块。即摆在钱拢好差不多，咱有看到无？过来迄个19夜来出来，这个比较啦，还有个有迄个乌鱼、虾，还有电水在电动的，们在电火给大家快分享。咱再来今年个安尼我即摆要进比较平淡因为比较平淡。安尼咱要比较遗憾咱请迄个时代两第1是无？就是15今年都来。现在最大的2020年不当时强调的报告加实施发展为新的有人要主题无？现在是主题咯回顾，有人要主题无？这边的嘛是就是快差不多有人主题无？就是现今中期咯太为人安尼公馆咱也是农业咱也是公就是咱通过2020年都负担计划甲实际运作的管理，即若要注意，且我来讲
公里这个今年5整诶，加点数。公里哦，哎，各多分公里。他们的诶，很高兴的，他们自己的，我们的先就，对，来给他啊，2020年到他教出来2年，伊是现金种那个，伊是现金种的，我摕伊的名，摕伊名，啊摕伊的咱是现金种的啦，恁伊的人咱是现金种的，啊讲出来名吼，毋是现金种的，安尼会当无？哦，安尼了解无？咱小旅馆吼，袂当是现金种的啦，安尼了解？哦。有人要注意无？下面迄人，哦，啥物个？照顾哦。因为站到很高，一老师不听我的，我们不听。还有
有些是一个手工的哈，那个这完啦，哦，来，他出来最高哦，这个不仅的一个火线，手机的一个火线的一个你们要一直到你的一样，啊那是名将对，啊讲你讲咯吼，就就会对迄个关键训练吼，迄概念就不麻烦啦吼，哦，所以我看的是这种经历啦吼，好，啊过来就是三样的四样吼，加诶吼是因为讲未来若是优惠吼，要查资料的时阵吼，咱才会用这个名册吼。所以是在高在我是讲拜关系到很长嘛吼，而且拜关系来吼爱跟个关系起来啦吼，啊所以大概就是安尼吼，安尼所以咱是看到迄个23样字啊吼，会到现在啊所以会着吼，这个这家吼，现在中介啊嘛，全部东西吼，那到回财产吼，是你的财产吼。迄个以后吼，大家开始点分析啦吼，所以就是在注意吼，慢慢讲吼，啊，是这样，我说，迄个小猫狗我得心里讲哦，我在有那个关来，我来是第一件事吼，有魔法第一件事，你要讲，就是一点好，啊，以上咱所有大家哦，啊，我是在其他这个跟提高的书哦，原基本上的恰当，伊个亚洲票分配以及现行的情况，甲咱这人大家同在，所以是到应世代落去阿免。
Boleh.